豆丁的来看戏，豆丁的来看戏，豆丁的来看戏，豆丁的来唐山歌。你咩来看戏？错啊，我来看戏，咩来唐山歌。戏曲老山歌不分家。河边搭鸡，无啊无错了，无作无得无名从我哎哟。三马爷那里来个三马三爷三，这话路不应该路上行，每人失包就无啊无财无，下注下注给牌面上。年年来往，好啊好把边，看到夫人唱不点咯那哎哟。啊爷那里来个是啊是端阳，这话路不应该不相冲，本庄阿哥就传啊传不实，头啊头日日就出爱撞。七台四个模，长山可比贵呀贵怕啥？头要面要比头头哦那哎哟。欢迎真多山歌唱来闹连连。十二，刚谈到嘅哪哎哟版本嘅头发歌图，係咪知道当贴片啦？係哦，我有談到嘅主旋律係強樣，嘅動昂嘅節奏吼，較簡單。我彈到一發拍嘅，唔講係彈定吼，我就是來客家山歌，有一隻當神奇嘅素材。哦，哪個地方冇強樣啊？除了以前嘅人吼寫詞嘅時節啦，其實當好用雙音符嘅方式來唱山歌啦，唱家嘅頭髮歌圖啊，還有當有名嘅12月故年。唔講到也12月故年吼，其實頭擺啊，當到嘅採茶戲嘅語言吼，當好唱也是手跳喎，唔過啊，就係進一步拿鐵嘅地位啊，戲劇角色扮演嘅風格。其實唔單止我做一隻角色天天啊，係分別吼第一年第八度吼12隻年第八度，創出12隻故年，仲好顯亮見證世界嘅故事哦。既然講到樣啊，就考喏，第12月故年吼，係哪幾位冇啊？本來想一下吼。錢玉蓮、李夢珍、黃兆娟，還有拍拖嘅莊思龍、楊家將嘅楊六郎，還有力拔山河嘅西楚霸王項羽。哇，很強哦！對啊，還有冇？我將一下講完當係當強嘅好冇？有樣啦，1月到6月吼就講到當車啦，其實也做唔得慣。一般來講啊，也12月故年吼，當時一般唱到暗車，大部分就唱前半年下多。佢前邊有機會談到還無接談到嘅故年冇？有啊，節目嘅最後啊，就分享彭日春為你帶來7月到9月嘅12月故年。好啊。还有送魂啊，哟那。
道做夜市嘅节目，也段时间查当地有关传统采茶戏嘅资料。一般来讲，客家话老采茶戏算到係西戏嘅范围地度。不过啊，唱歌、小生、阿丹、阿楚等3个角色，演出简单嘅故事，还本头摆嘅观众啊看到动乐魂。虽然讲佢係西戏，不过啊，煞有自家嘅色彩老尘土。